再来看这中华关注去年宣布要伫宏远二林迄带来起火葬场了后，这争议呢是直直拢有。今仔日是第二届这环评审查会议，环火葬场自救会甲环保团体嘛来到现场，因是认为讲这选地点的过程是有疏失去，而且呢这二林到宏远其实这空气污染是真严重，所以并无适合来起火葬场，要求县政府得爱赶紧撤案。二林宏远环火葬场自救会百外位民众画口号，要求县府爱撤案。中华县政府去年宣布要伫宏远乡草湖南段228至2号的土地起火葬场，8月进行环境评估第2届审查。但是自救会认为选地点的评估报告过程有空棚，嘛已经向地检署申告，定在不实。我们很强烈怀疑说，他们这个老早就内定好了。选址是一个射箭画靶的一个问题而已。我们也希望说，环评委员能还给我们那边所有居民的一个安全，还有选址的一个真实性。在这个地方5公里之内有方面工业区，还有20中客、20女进机，但是健康风险并没有把它纳进来。我想这很多的东西是低估的。那我们这边空污本来就很严重了，不应该再增加了。环保团体指出，中华火葬场预定的地点距离当地的涂料工厂间隔无够500公尺，已经违反殡葬管理条例，而且空气污染无踏入附近工业区的污染源，根本无顾虑在地民众的健康风险。对此，环保局表示，拢有针对火葬场附近做影响评估，会交予环评委员来审查。周边这块这个敏感的这个所在，拢有去做这个影响评估啦，针对这个污染加成的部分吼，县府嘛提出方案甲措施啦吼，绝对会保证咱这个对咱环境吼袂造成真大的这个影响。中华县环保局表示，审查会议拢是邀请外部的专家学者，绝对公正审查。嘛强调开发申请的内容一切合法，开发案属于公共用地范围，所以参其他设施无限制距离的问题。若审查结果按算会补才出来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。